你以为就你一个人郁闷吗？怎么了？我妈让我嫁人不成啊，居然要生2胎！哎，你咧嘴笑什么呀？哎，他们一把年纪了，你说小小欺负不好吗？吓着他什么呀？而且我妈那个人吧，身体本来就不好，高龄产妇生孩子有多危险，她心里没点数吗？你说他们俩这么大人了，为什么做事就不考虑后果呢？哎，这事儿我得说道你了。你这就是典型的独生子女自私。我自私？你怕他们生了2胎就不爱你了，对吧？他们为什么要生2胎？因为他们孤独寂寞，你太少陪他们了。我怎么少陪了？我天天挨着他们睡，跟他们一起吃，一起住，我要怎么陪？那你除了陪他们睡觉、吃饭、玩手机，你陪他们聊天了吗？你在想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他们知道吗？他们还自私呢。我好不容易开口借钱，他们也不答应。你借多少我给你啊？真的，猴子刚借走我20万，我现在卡里还有5万，你要的话我全给你。怎么了？丹丁。啊？哎，你别看着我，你这个人吧，挺可爱的。哈哈哈哈！我借你5万就可爱了，那我要借你500万呢？你不得死乞白赖嫁给我？那你拿给我呀。我得有啊。哎，你这离家出走的戏还得继续演下去吧？怎么着？今天晚上去我家住一晚？做梦吧你！就有钱订好酒店了啊！现在啊，你把我送回去。送你可以，你明天得帮我一个忙。大哥，大周末的，你不带这么虐人的好吗？哎，我帮你这么多次了，我第一次开口求你吧。我怎么感觉有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呢？行吧。扶着过来。哎，你轻点。我刚刚那说好的，绝对不会帮他的。丹丁，你这么做是挑战我做人的底线。我不管，你已经答应了，我不管啊！我不管，我告诉你，你答应我的，兄弟一场就答应我这么一次。不带你这样的。你干嘛这么欺负我，箱子？快点！你把箱子给我们！小鱼，快撤！快！撤呀！走！要我！走！快往后撤！去里边！狭路相逢勇者胜！你给我回来！赵小月，你俩留在这里牵扯他们，然后我跟丫头从那个方向去迂回他们。虽然对方可能有埋伏，但是我不赌这一把。走！加个油！1、2、3！你们俩加油！快！没事，挡好子弹。说了我先出的嘛。不是说我是……你先走。哎，大道，怎么了？你快走！哎呦，不行！怎么了？崴了？走，不玩。哎，不玩不就输了吗？输了怎么了？几毛钱旗子重要还是你脚重要啊？来，不是，哎，走。太吓人了！蓝队1号、2号 out。你干什么？干嘛呀？不是，李总被他们打死了，待会儿把他抱出去。你们女孩是这么玩游戏的吗？你去拔旗，我来打，咱们才能赢，懂了？怎么赢啊？去拔旗。去哪儿啊？
啊？那边。你自己小心。快！你能给我快点吗？来不了，我累啊。不是你这么抻着，你不累吗？我不累啊。那我疼啊。谁想着法儿的占我便宜？快点走。蓝队3号 out。暂停挂了。你看着吧，5秒之内张小鱼必挂。蓝队4号拔旗成功，蓝队胜利。Yes 啊！就这样多好啊！玩什么脸球？快点啊！大爹！哎，大爹，你太聪明了，太酷了，我爱死你了！又占我便宜是吧？怎么着啊？有本事争过来不？行了，下来吧。你亲我了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呗？我只是证明我有胆子亲回去而已。走了。你真的亲我了？慢点，亲。谢谢啊。手好重。你下次换药的时候，我上你家帮你换去。这个只贴1次，他这明天一早就好了，只是轻度的外伤。不是大夫，你怎么那么……不是你就不需要多开2副，你巩固吗？没有下回了，你这小孩玩意儿，不会再跟你玩了。哎，不是我说啊，你这人怎么那么爱装老呢？装老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是能获得什么心理？喂，你好。请问是金先生吗？我是红岭科技的季明。您好。好。有关投资的事宜，明天请来我公司，我们面谈。好，谢谢您。哎，再见。红岭科技要投我们了。你场所气啊！我们公司正在转型发展，电子娱乐这一块也是我比较看好的一个切入点。你们策划书已经看了，网络游戏真人版化和我们的发展方向一致，所以我决定注资2000万，占股20%，可以吗？那样的话，您对我们的估值是1个亿，但是据我了解，成，就这么定了吧。爽快。那我们可以尽快的走合同。对了，还有件事情，你们目前后台数据是 Java 格式，和我们的算法不同，能否改成基载格式？没问题。这个项目呢，我想尽快落地，时间有点紧，1周可以吗1周的时间实在是太紧了。按照正常来说的话，1个月的时间是正常情况下。我们是正常人吗？不是。季总，1周就1周。走开，希望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我告诉你啊，做生意你不懂，你下次不要说话行吗？你今天不说话，我能给你谈1.5个亿呢。你可拉倒吧！你这会儿拽呢？什么叫这会儿我拽呀？那都别拽了，能不能别扯了？喝酒，说好了，这儿都得喝高了啊！苦尽甘来，有没有获奖感言啊？有的。我要感谢你在我的背后一直默默的支持着我。等一下，这个话呢要讲清楚一点，不然他们容易误会的。我支持你，什么了？你在我的心里边建了一座客厅，让我知道我就算在外面打拼的输的1分钱都不剩了，也不会无家可归。什么客厅？心中的客厅。小贝，心中的客厅啥意思呀？那个你是不知道啊，他好了，可以了。我说完了，到你了。哎，我觉得吧，今天这个投资方呢，我觉得还行，
也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还不错的办公室，落地窗，也就面对一个黄浦江吧。哎呦，到底谁拽啊？你一个做游戏的啊，黄浦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红岭吧，哎呀，这公司凑合吧，啊，也就全国游戏第3，对吧？这都是一个开始。等到我们融到 A、B、C 轮之后，我们一块上纳斯达克敲钟去。必须的。哎，那个，那敲钟，你得带我和Jacky 一起去啊。那当然了，但是我只带 Jacky 去，你我不管。那我也带呀。我也带呀。哎呦，你就会带啊，自己管自己的。我敬你们啊！哎，我最好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的包容还有陪伴，让我能够融入到这座城市里面。半年前我还在杭州实习，当柜姐。我当时就想成为一个化妆师，然后开一家自己的小店，和喜欢的人结婚生子，岁月静好。是 Jacky 带我来上海的，才让我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的这么大，这么精彩，让我发现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追求，可以去探索。谢谢 Jacky。希望每个人的愿望都可以实现。让我们开心的奋斗，越来越阔。来，为了纳斯达克敲钟。金小贝，你真的永远都是添乱的那个人。我喝了。老纪，这次谢了。客气，小伙子挺不错的，简单，还有点书生气。金小贝聪明有天赋，是个优秀赛车手的苗子。关键是项目好，赛道也好。你文哲推荐的，肯定错不了。之前跟着你投，还从来没有失过手呢。哎，对了，我这边有几个大项目，什么时候空了过来看看。我们2周后约吧。我现在去机场的路上，全国巡店呢。OK。半年前我还在杭州实习，当柜姐。我当时就想成为一个化妆师，然后开一家自己的小店，和喜欢的人结婚生子，岁月静好。你太聪明了，太酷了，我爱死你了！又占我便宜是吧？怎么着啊？有本事你张过来呗！张小月，出来吧！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
望远镜里看你老早就进小区了，怎么还生我跟你妈的气呢？你们俩还记得有我这个女儿啊？你呀，连续2天没回来，你妈嘴上不说，一到晚上就唉声叹气，整夜的不合眼呐。她不是天天嫌我烦吗？天天的就催着我嫁人。你以为我们生2胎是为自己啊？为你。你也知道，你妈本身就是个独生女，去年她妈，也就你外婆去世了，她一直没缓过来。现在正好有这个政策，她就想着，趁我们现在还能生，给你生个弟弟妹妹什么的，这样我们哪天老了不在了，你也不至于孤苦伶仃啊。总有一个人陪你吧。我不要，我要你们长命百岁，长生不老。什么在不在的呀？你们要一直在，你们不能丢下我。哎呀，我就要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。傻孩子，人怎么可能长生不老？又不是妖怪。我就是要。爸，我就要你和我妈健健康康的。你听到没有？这是命令。成交。你这次去多久了？反正上次去青岛，我记得你当天就回来了，是吧？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啊，你现在不是在创业吗？应该特别忙吧？叫个里程专车专门要送我到机场，这属于好邻居范畴？不算，这是好备选的范畴。把头摆正。该说的话呢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是认真的，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，金小贝。我的人生无所主，你管我 ？OK， 我当然是管不了你的。好邻居、好朋友没有问题，把备选这一项划掉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不要惦记你那企图，我就不赶走。哎呀，我勉强答应你吧。我至少能答应你，我不在行为上给你压力，我不让别人误会，行不行？大家都让一步。行。妈，我错了。对不起。你这孩子，你还离家出走，电话也不接，你知道妈妈多担心吗？小的错了。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爸妈也想明白了，既然你不喜欢弟弟妹妹，我们年龄也大了，我们就不要了。
件事就是我太自私了，反正我不管，你们必须生，不管你生弟弟还是生妹妹，我都喜欢。你确定？嗯。那你得答应我几个条件。别说几个条件，几十个、几百个我都答应。好，那如果要是弟弟，你得负责把他培养成学霸。那个但丁不是学习特别好吗？你得让他辅导他数学。要是生个妹妹呢，你得做她的保镖，不让她被坏人欺负。我跟你们说，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，他们的安全全都包在我身上。好。现在怎么变成了我求着你们生孩子了？我是不是傻呀？我怎么？你反悔了？不敢，母后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好啦，爸妈逗你玩的。我们年龄大了，真的，我们已经想清楚了，不要了。生不出来了。去。有你们俩这么嘴巧又小心灵的吗？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俩亲生的？难说。充话费送的。来。喂。今天晚上别等我回家了啊！公司出事了，我赶紧去。你刚回来就走？我赶紧走了。保证陪好我妈啊！哎，这孩子，快！怎么样了？统计出来了吗？多少单退货？3500单，而且都是差评。3500单，占总订单的60%，几千条差评。我们 SW 天猫旗舰店的声誉毁于一旦。退后理由呢？宝贝描述不一致。怎么会描述不一致呢？我们的赠品都随机发放的，我们的客户就是抓住这一点，说与我们的网页上写的不一样啊。方总，快递公司在问，我们没有买退货运费险，寄回来的费用怎么结算？不可能，我们早就开通退货运费险卖家版了。记录显示，一店的退货运费险3天前申请退出了。联系库房，还没有发货的订单，立刻全部购买退货运费险。好。小鱼，给你8小时，配合严总，搞清楚退货的真实原因。你还要亲自联系买家，弄到第一手资料，同时要配合公关部，应对媒体可能的爆料。潇潇，仓库那边你负责，所有退回来的商品做好入库。好。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，将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。OK。小云，你来看一下这个。等我一下。方总，各位，舒总马上就要到了，1部、2部还有电商部所有经理，大会议室开会。JK， 天猫商城出了状况。双11，天猫旗舰店的退货率高达60%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我们 SW 在电商这一块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。上周我还向法国总部给你们申请了奖励，你们现在却给我闹出这样的状况。你们这是在打我的脸，在打你们各位自己的脸。这件事情必须彻查。Jacky 呢？Jacky 到广州出差去了，今天晚上才走的。舒总，天猫旗舰店的店长是我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电商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电商部就能扛得下来吗？舒总，我们已经采取了应急方案，确保将
损失降到最低。第一，电商部以最快的时间查明退货真相；第二，已经草拟了公关稿，应对有可能出现的媒体炒作；第三，已经协调了快递公司。阿泰区老板来了，我去背书。这个活动有2个部门负责呀。本来是1部牵头，后来2部也参与了。林瑞、方静，他们的压力太大，都是我的错。是我让他们2个竞争中国区销售总监的位置，我给他们的压力太大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我承担主要责任。我不这么认为。基于他们的错误，压力不能成为一个正确的解释。而且在他们的位置上，抗压应该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。可是孟总，谁都有可能犯错。我知道，你对于林瑞来说，就像他的导师一样，而且一直以来，他也是你最得力的助手。方静，也是你亲手招进公司的，当然，也是你的干将。可是这次呢，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错误，而是一个事件。林瑞、方静必须马上被停职。停职？这也太重了吧？重吗？这是 SW 对于这样的事件一个标准的解决方式呀。你知道这个事件对于 SW 官方旗舰店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？淘宝后台官方数据显示，旗舰店2跳率从82%降至了37%，转化率从5%降至了1.5%。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 SW 官方旗舰店流失了70%的交易。所以只是被停职，我都认为便宜他们了。公司要付出多少的人力物力，才能挽回损失和声誉？这件事，如果一定要说责任，我这个做领导的也难辞其咎。那照你的意思，我也应该负责任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孟总。只是他们2个是华东区的销售总监，这个时候把他们2个同时停职，你要我的工作如何推进？你别忘了，你的身份是中国区总裁，你要考虑的是全局。我们华东区的销售额在中国区的比重，你最清楚。况且他们2个还是中国区销售总监的候选人，在这个时候你同时把他们2个停了职，那说明你挑人的眼光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华南、华西、华北这么多销售总监，你以为 SW 没人了吗？连瑞和方静，别说是 SW， 就是放眼中国美妆界，能跟他们2个相比较的销售人才，也找不出几个。舒总，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。我和你一样，也爱财惜财，但是有能力不能抵消过错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总是要有人来买单的。如果不是他们来买，难道真的让你舒总来买吗？总部调查员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阿兰下周就到上海。我建议你回去转达给他们，让他们配合调查吧。
菜啊？哎，舒总。阿豪，妈妈今天晚上可能回不去了，你待在家里不要出来。好。怎么了？啊，阿兰副总裁呢正在休假，你想办法弄到他的私人手机，我要跟他通个话。多久要？6个月后。好。还有个是，找个小伙子到我家去看住家好，不要让他出门，信得过他。舒总，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，如果能够确认是我们的工作引起的失误，你怎么惩罚我都是 OK 的，我都接受。可是你现在让我回避，我连一个自救的机会都没有，这个我接受不了。孟凡的邮件你也看到了，这件事情影响太坏，集团上上下下都在盯着。我跟阿兰谈了3个小时，我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，就是你和方静必须有一个人出来担责。OK， 我明白了，老板。我是您一手带出来的，还真就是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，所以这个锅我来背。回避，停职，走人，我林睿认了。谢谢 Jackie， 谢谢。Jackie， 舒总已经跟我说了，你放心，我方静也不怂。如果不能查出真相，不能把你捞回来，我跟你一起走人。走人？为了宽舒总的心而已，真走了我也太怂了吧。但是我把话说前面啊，我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舒总。我林睿在 SW 干了10年，如果不是我自己想走，谁也别想逼我走。所以锅我来背，你负责查真相。OK， 给我2天时间，我会让你风风光光的回来。OK， 我信你。那我就在广州待2天，就当是放个小假了。他们怎么能这样啊？出了事就找人背锅，他们也不去调查出事的原因，那做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啊？出了错就全盘否认，这什么逻辑啊？不公平！你喊什么呀喊？公平？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？这种情形是没有时间谈公平的。你就好好的配合方总把事情查清楚。我明白 JK， 我当然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查出事情的真相。既然这样。反正公司已经欠了我太多假期了，我就索性休个假，顺便相个亲。JK， 你还有这心思啊？不然呢？我天天在酒店里边冥思苦想，以泪洗面啊。哎，我那闺蜜刘薇薇给我介绍了一个优质海岛男，人就在广州。海岛男？什么情况啊？用他自己的话说呢，我没有什么钱，就是有几个岛。哼，他有多少钱我倒是不关心，但是他从一个草根能混到今天，应该是个有故事的男人。对于这样的男人，我还是有兴趣见一下的。你等一下啊！我听你这么说的意思是，我闺蜜金小贝就没戏了呗？小贝呢，其实是个特别好的孩子，所以我不想伤害他。好了，不扯这些没有用的了，你赶紧工作，我等你消息。
背不舒服吧？找片打洗。你都熬一夜了，你歇会儿。你看看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吗？正常呀。下单时间大部分都是在0点到0点30分完成。双11不都是在0点开抢吗？也就是说，大部分订单都是在双11刚开始不到半个小时内完成的。你再看看退货时间。退货申请几乎是同一时间提交的。这就是一桩有组织、有预谋的恶意退货事件，目的就是为了打击我们的正常销售。水军，这也太可恨了！这冲着我们 SW 来的。关键的问题，这水军背后是谁啊？这个就不好说了。我们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有动机啊。在我们电子商务这个行当里面，像这样的恶性竞争，常事儿。所以，报告舒总前，我们必须推断出这幕后指使者是谁，究竟是竞争对手，还是内部想搞垮舒总的人？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办？我全力配合。谢谢。要不你休息会儿，我走了。林总，这么巧啊？是挺巧的。你是准备游呢，还是？游完了，手机落在这儿了，急死我了。来出差的？休假。啊，我听说你们遇到点麻烦，需要帮忙吗？温总可真是消息灵通，那我就不瞒你了，我确实是必休假。既然我们那么巧遇到，你又刚好被休假，要不然一起喝杯咖啡 ？OK 啊，半个小时以后咖啡厅见。好，半个小时后见。一会儿见。怎么样？这个忙能不能帮 ？No。其实你这招呢，我在温州就已经看出来了。事实证明没有用啊。你想知道张小鱼对你的评价吗？他成熟稳重，他具备了非常多女孩子想要的安全感。他又风趣幽默，哇，带到 party 场上、同学聚会，肯定亮瞎全场。但是，他太会算计，太多心思，这种人不适合托付终身。所以，我的回答是 no。不光是因为我不太愿意配合任何人演戏，我觉得很浪费时间。更重要的是，张小鱼不喜欢你。Sorry， 我说了实话。张小鱼暂时不喜欢我，这个我清楚。暂时。我相信只是暂时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“杀驹马者道旁儿”？那就是说呢，真正累死千里马的，其实是在道路旁边不断喝彩的儿童。
那骑马的人呢，是个成年人，但为什么反而会因为一些小孩子的喝彩而活活累死自己的千里马呢？因为人的好胜心，这就是人性。所以你觉得你来追求我，我呢，貌似也对你感兴趣，就可以激起小鱼的好胜心，这就是人性。追别人不一定，但追你事半功倍。哎 ，come on， 你是他的偶像，他一直都在学你。我应该比你更了解他。你这一招呢，对于一般的女孩子可能管点用，但是对张小鱼没用。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，但是这件事情不行。话先别说得太死啊，想想吧。啊？哦，我6点的飞机，差不多得先走了。那如果需要帮忙的话，随时联络我。一路平安。下次再巧遇啊。拜。拜。